而家個世界已經去到矛盾大爆發嘅邊緣，皆因貧富差距去到臨界點，係咪覺得好誇張啊？睇下呢個世界亂成點樣，你就知道。俄烏戰爭打到而家4年有多，死嘅人何止100萬啊！以色列炸完加沙，轉頭就炸黎巴嫩，而家又同伊朗打仗。西班牙40幾個城市爆發大遊行，法國超過100萬人罷工，半個巴黎全部攤晒。2026年先至開頭，美國將委內瑞拉嘅總統捉去美國混喺監獄入邊，跟住又想對自己嘅盟友格陵蘭島喐手，而家直接落場打伊朗，金價更係一路狂飆，不停咁升。究竟係邊度出咗問題呢？好多人話全球經濟唔掂，各行各業捲到爆，錢能揾，但呢啲只係表面現象，真正嘅病根得一個。而家嘅貧富差距已經去到臨界點，全球財富分配畸形到人類文明史上從未有過嘅地步。我講幾個數字俾你聽，你即刻明白咩情況。全球超級富豪過一年身家暴增2.5萬億美元，呢筆錢等於全球最窮嘅40億人財富加埋嘅總和。而呢班富豪嘅身家已經突破18.3萬億。就講全球首富馬斯克，舊年嘅身家已經超6000億美元，一年淨賺1870億，平均每秒入賬6000美元，換成人民幣4萬幾，換成港紙都接近5萬。大部分人捱生捱死一個月都賺唔到佢哋1秒嘅收入。與此同時，全球1/4嘅人食唔飽飯，接近一半人口喺貧困線上掙扎。有冇人知道最諷刺嘅係咩啊？有機構計過，呢啲富豪舊年新增嘅2.5萬億足夠消滅全球極端貧困26次，但係冇人會拎錢出嚟，1分都冇。呢個就係而家嘅世界。有人肯定會話貧富差距自古就有，講呢啲有咩用啊？好，自古就有係嘛？咁自古以嚟邊個王朝帝國可以永遠殘耐啊？最後冧嘅原因全部都係一樣。答案好簡單，每次貧富差距去到臨界點，扯到極限嘅時候，跟住落嚟一定係暴力洗牌，冇例外。中國歷史課上有道送分題，點解歷代王朝最後都會冧？標準答案：農民起義。咁點解農民要起義呢？因為冇飯食。點解冇飯食啊？因為土地冇咗，全部俾權貴食晒。呢套戲由陳漢演到明清，換咗幾多朝代，劇情從嚟冇變過。就講明朝末代土地兼併去到咩地步呢？陝西有啲縣城8、9成土地都係士紳手上，農民租地種1年，大半收成要交租。如果遇到旱災，連種子都留唔低。李自成起事之前只不過一個普通嘅小兵，佢一句均田免賦喊出嚟，走投無路嘅饑民就好似滾雪球咁跟住佢越嚟越多，最後攻入北京。結果佢哋入到京城即刻探世界，燒殺搶掠，42日就玩完。歐洲都一樣，法國